综合报道。代志也咧滚价，也未收煞。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昏嘛，希望中央会当启动下部会的统筹调查。另外，台北市的卫生局资本有讲，宝林有一间分店，到27暗也搁咧违规营业，相当会甲罚300万。也搁昨暗是随澄清讲，这间分店伫27已经停业啊，所以未甲罚。也若宝林有向国泰产险投保，也毋过拢无纳保险费，所以因的保单是无效的。台北市素食餐厅宝林地色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代志愈来愈大。市长蒋万安伫办事参加行政议会，希望中央协助加速检验，赶紧调查清楚事实的真相，也希望中央启动跨机关部会统筹调查。我们需要中央来协助的地方，包括实验室的量能够尽快的厘清事实真相。希望中央可以跨机关、跨部会，来统筹调查。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连续2天到病探视受害者家属，答应会协助调查真相。台北市卫生局讲，宝林地色的主餐厅并无违规营业，所以未该罚。因若宝林地色使用的几啊条的供应商、南港中盘商、宏基食品行，因供应双北总共10间下楼的店面，目前已经暂停供货。服务局也证实，宝林向国泰产险投保的产品责任险加公共意外险无纳保费，所以保单已经无效。我们对宝林的偿债能力其实是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事件可以落在远东跟大时代的公共意外责任险里面的范围内，那我就相信对于受难者家属会放下心中的大石。台北市政府讲，若是受害者家属有意愿，会当对宝林提起扣押，律师费由市府承担。社会局也已经完成家属加受害者的访视，全面发放慰问金。原则上目前还在住院当中是6000，那已经死亡的部分先行是1万，其他县市以及诊所治疗的部分，我们只要能够取得联系的方式跟管道的话，也会持续的发放。台北市警察局讲，伫咧26接到报案了，就已经派员警扣押监视器，侦办的方向无排除人为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